作家康源长期以来伫咧注心台语诗歌的创作，即届和伊的孙梁一念共同推出台语即诗话一册《浦东》，公孙啊做伙创作出思念家乡、关怀土地的台语诗话。这张图一首诗，这是作家康源参孙啊梁一念共同创作的台语诗话。伫国外读册已经11档的梁一念，发现讲台语会当解乡愁，开始甲阿公用台语通电话。学艺术的伊嘛画图表达留学的心情，阿公康源才来看图写字句。浦东意思就是讲，伊一个留学生伫外国内底，那就浮浮沉沉迄款感觉吼。所以我希望讲大家知影讲留学生伫外口，因就是思乡啦，所以互人了解伊的心情。康源长期注心台语诗歌创作，嘛有伫中华师范大学教册。校方特别邀请康源到校内展出台语诗话，互学生看到台语创作的优雅甲变化。大家看到讲，那像漫画这种方式的这种画图，互学生有足侪空间会当去思想。文学甲艺术的结合，伫展览是足特别、足看到的，所以我感觉这届展览是足有意义的。康源老师的创作包括济的囡仔歌、台湾历史发展、人文、生态，拢是伊创作的题材。伊表示，这本册主要记录公孙仔之间的感情，甲翁仔册甲台语当作是传情的甜言蜜语，嘛希望鼓励少年辈，若有心会当用各种的方式来学母语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